好，请问爱办理乜嘅？歹势，我会上爱食你3本书。好，唔该食书前食爱一下。好，道理位。好，你3本书已经登记好势。11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完书哦。好，罗拉。俺家图书馆有 App 是得使用，唔是得翕一下来下载。迄讲唔记得完书嘅期限 ，App 上背未看得到。食材1方片，罗拉。看嚟请紧徛，你下应当先来认识一下佢嘅重要嘅词汇。大家记得要听得啱冇？判理、判理、办理、家属证、家属证、借书证、借俺、借俺、借我、图书馆、图书馆、图书馆。下载、下载、下载，翕、拍照，唔记得，忘记，翻书、还书。接下来，我哋来学到接送用到嘅技巧。好，唔该加速键，借我一下。好，你嘅家属证借我一下。好的，你的借书证借我一下。好的。你嘅家属证，你的借书证借我，借我一下。好，你嘅家属证借我一下。好，你嘅家属证借我一下。好的，你的借书证借我一下。12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完书哦。12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完书哦。12月24日到期，要记得还书哦。12月12月24号24日到期到期要记得要记得完书哦还书哦。12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完书哦。12月24号到期，要记得完书哦。12月24日到期，要记得还书哦。